點解鱷魚俾人敲兩下就死 ？A. 因為細膽 B. 因為醜樣 C. 因為英文名，估下？聽到答案啦，係 C 啊，因為佢個名叫做 crocodile。如果估到啱嘅話咧，就喺下面留言區加1；如果估錯咧，就喺下面留言區加2。咁再見啦！大家好啊，我係新型 YouTuber 阿希。咁我哋咧今日咧呢條片咧就係我哋咧第一個嘅呢個雪櫃爛 gag 王，俾大家聽一次嘅聲。雪櫃爛 gag 王，每次咧都會有呢個咁樣嘅 BGM 噶。嗱，希望咧各位咧可以幫我喺呢部影片度訂閱，跟住加個 like 同埋叮當，就可以知我每次都會新出片啦。嗱，暫時咧以我目標所定咧，應該每日都會有個雪櫃爛 gag 王。係啦，應該每日都會有個雪櫃爛 gag 王睇嘅。係啊，咁各位再見啦。